2016年歐洲杯將會喺6月10號喺法國開賽，警方話巴黎已經做好準備。據法國嘅內政部最近公佈嘅2016歐錦賽保安措施報告，歐錦賽期間，巴黎將會迎接嚟自世界各地250萬持有門票觀眾同幾百萬球迷。為保障比賽期間嘅安全，法國將會出動包括警察、憲兵、軍隊在內嘅近9萬名保安人員。面對影響歐洲杯賽事嘅鐵路工人罷工，巴黎警方同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建議巴黎地區嘅通勤者喺星期5下晝盡快返屋企，避免首都鐵路系統阻塞。法國係舉辦歐洲杯次數最多嘅國家，今年將會係法國第3次舉辦呢一項賽事。